成日有朋友仔問我咧 ，Mabel 啊，我層樓或者我啲儲蓄都唔算好多，點解一計落數全部超晒額，搞到咧長生津咧完全申請唔到喎，點算啊？如果你都有同樣嘅煩惱，留意實今集，幫你慢慢拆解100% 合法合規嘅方法，幫你將超標嘅資產變成穩定嘅現金流，又唔會影響申請嘅資格，跟住做每個月入息。可以去到25000㗎。好啦，喺落到去解決方法之前呢，咁我哋先用1分鐘重溫一下政府點樣去計數啦。如果想睇翻詳細嘅清單呢，其實可以去睇翻我嘅第3集呢，其實係有講到官方嘅連結同埋查詢電話㗎。打個電話撥個輪一清二楚，係啦。咁首先你有啲咩會計入每月嘅入息呢？除咗人工，其實呢，我哋所有經常嘅收入，就算連你執紙皮啊，都係要計數嘅喎。另外仲有租金啦、生意盈利啦，同埋退休金咁樣啦。你買二手嘢賺到嘅錢都算係收入㗎，一定要老實申報。咁第二，有啲乜嘢係會計入資產呢？所有嘅流動資產、現金、存款、股票、基金、外匯、的士牌、投資物業、金條、金幣，全部都要計數嘅。咁當然啦，又好豁免嘅，你唯一自住嘅物業啦，你嘅一個自用嘅車位啦，自己用嘅金飾啦，咁呢一度咧又比較少少撩楞嘅就係自用金飾啦，你可以掉一嚿金條啊、金幣啊，講下笑啫，係啦。咁啊，人壽保險咧都會係嗰個現金價值都唔計數嘅，即係醫療同埋骨灰龕啦，仔女俾嘅家用都唔計數嘅。但係要留意啦，如果你太太未退休，而佢又提早咗去拎 MPF 嗰筆嘅錢，係要計翻入去資產噶。你嗰筆就梗係計數啦，但係太太未退休就唔好去攞住啦。以下落嚟重點嚟啦，可以幫你重組資產，完全合乎規則，用超額嘅現金去購買政府認可嘅合資格年金。最大嘅好處咧就係你投入嘅資本即刻咧就會變咗做資產清單入邊嘅消失名單，唔再計數，換嚟嘅係一筆終身可以派發嘅固定入息。一個固定嘅收入咧係要繼續入息噶。好，咁舉個例啦，咁例如咧65歲嘅單身漢啦，佢有180萬嘅現金啦，明顯超晒標噶啦。如果全數買晒年金嘅話，咁呢180萬嘅本金咧就會變咗做資產變零，同時間佢嘅收入會變咗10440，疊加埋呢個長者生活津貼有4250蚊咧，咁佢嘅收入即刻乜都唔使做就接近15000蚊啦，完全合乎申請長者津貼嘅資格噶。咁另外呢一個嘅法寶咧就係善用安老按揭啦。喺呢一個第二個嘅方法入邊咧，專為一啲有樓但係咧唔夠現金流嘅老朋友，透過呢一個安老按揭咧，咁佢就可以將自己住緊嘅物業咧抵押俾銀行，然後再每個月收取嘅固定嘅生活費入邊咧係豁免計算入息嘅，而且咧亦都係唔會影響呢一個嘅津貼申請，層樓嘅價值亦都會從資產嗰個價值入邊豁免咗嘅。但係咧有2個陷阱啊，係需要留意翻噶。陷阱一就係如果你拎晒全部嘅貸款咧，除非你可以即刻用得晒，如果唔係，佢又會變翻做資產噶啦。正確嘅做法咧就係一定要揀按月領取，用幾多拎幾多，盡量咧就唔好淨變翻做資產就唔好啦。仲有一個策略嘅，夫妻2個人一齊做咧，個效果咧係加倍嘅。假設咁你咧就攞緊300萬啦，先生咧可以先買140萬嘅年金啦，佢嘅收入咧就係8120蚊，咁而太太咧再買多155萬嘅年金，咁呢個咧月收入咧就可以有8215蚊啦。喺呢個入息方面，2個人咧總加埋咧就 total 16335蚊啦，仍然咧係低於夫妻入息嘅上限16440蚊嘅，咁再加埋長者生活津貼，每人都有4250蚊咧，就 total 成個家庭嘅入息就會有24835蚊啦，幾乎咧就到我哋嘅目標25000蚊啦，係咪？咁喺呢個位置咧，大家可能就會好奇啦，點解咁戇嘟唔係買呢一個啱啱好16440蚊以內嘅限額嘅入息，咁咪可以攞盡晒個入息咯，係咪？佢又唔係缺錢，點解你咁零丁又爭5萬蚊唔買埋佢咧？如果咧買埋佢嘅話咧，就突咗條數，佢又唔可以啱啱好咧計到淨係啱啱好千位數，佢只可以就係整整嘅1萬蚊咁樣去買，所以香港年金都有呢一個笨笨地嘅地方嘅，真係比較 old school。如果你係用合資格嘅年金去做嘅話，其實就可以啱啱好計算到呢個數，同埋你可以
自己去調教點樣去攞錢，但香港年金就冇呢個好處啦。今日呢，我哋再重溫翻兩大嘅心法。如果你現金多嘅話，咁就買合資格嘅年金啦。咁合資格嘅年金除咗香港年金，亦都有其他保險計劃嘅年金嘅。咁至於邊一啲咧先至係合資格嘅年金，而又係香港年金以外嘅話咧，下一集咧會再同大家去分曉噶。呢度我哋講唔到咁多啦。現金多就可以攞去購買呢個合資格嘅年金啦。本金咧係豁免資產嘅，換嚟咧就會有個終身嘅收入，收入咧就要計入息嘅。咁有樓嘅話，而你有現金少嘅話咧，就用層樓去做呢一個安老按揭啦，即係簡稱逆按揭啦。呢一個物業咧嘅資產咧可以豁免咗嘅，因為佢呢一個係你自住嘅物業，而每月領到嘅生活費咧都唔會計算做入息嘅，因為你搣緊自己老本。退休規劃咧，其實係一個智慧嚟嘅。退休唔係話你有幾多嘅資產，而係睇下你到底有冇好聰明咁樣去整理呢一啲嘅資產，令到佢變成合法嘅工具，同時間仲可以攞埋長者嘅生活津貼。呢一個先至係高招。咁如果咧大家想重溫一下點樣去計翻啲資產啦、入息啦，記得睇翻我上一集啦，都有啲詳細嘅清單咧，係幫翻你去檢視翻自己嘅資產。如果咧想要呢一個資產清單嘅檢查嘅表咧，可以咧喺翻下面留言啦。咁我可以 send 翻呢一份嘅資產整理嘅方俾你，咁啊方便翻自己用 Excel 入翻去計翻數，到底自己超咗幾多，突咗幾多。如果唔想用翻官方嘅網頁嘅話，咁當然啦，官方網頁係最方便嘅。咁但係有啲人唔中意用官方嘅網頁啦。好啦，如果呢一集嘅影片你覺得幫到你或者身邊嘅朋友仔，記得 share、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再同大家見面。下一集我會同大家分享保險公司嘅合資格年金有邊一啲嘅計劃唔會好似香港年金咁要一萬一萬咁樣買，點樣可以整理好自己嘅資產。記得 follow 我。